Hello，大家好，主持人盧。行政長官岑浩輝今日發表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延續咗多項惠民措施同稅務優惠喎。其中居民最關心嘅現金分享繼續唔好俾佢停。合資格嘅永久性居民每人派1萬蚊；合資格嘅非永久性居民每人就派6000蚊。喺明年派應該大約都係7月份㗎啦。而醫療券就維持700蚊，並向每名合資格居民嘅非強制性央積金個人帳戶額外注資7000蚊。即係我哋啲老友記長者呢，都係繼續有個7000蚊央積金攞出嚟使嘅。另外，本澳居民參加內地醫保制度津貼計劃範圍擴展至廣東全個省同福建省嘅，補貼上限係1000蚊。當然啦，澳門除咗廣東人之外呢，福建人都為數不少，可能因為咁呢，就擴展至福建省啦。另外，施政報告亦提出結婚津貼調升至4000蚊，合資格配偶雙方可以同時領取，即係老公同老婆都可以各攞4000蚊夾埋8000蚊，幾吸引喎！即係你結下婚先。至於失業津貼調升至每日210蚊。喪葬津貼亦調升至5200蚊，疾病津貼亦有調升㗎。另外，敬老金就維持每年1萬蚊，養老金就冇加啦，都係每個月3900蚊，亦會繼續發放育兒津貼。育兒津貼冇記錯呢係0到3歲每個月津貼1500蚊㗎，我記得，即係1年18000蚊，3年就54000。與此同時，明年度嘅施政報告提出，會調升照顧者津貼至每月2400蚊，同時降低申請門檻，擴大適用對象範圍。另外，亦調升3類弱勢家庭特別補助，當中學習活動補助調升至每個月400至900蚊，護理補助升至每個月1200到1440蚊，殘疾補助就每個月900至1200蚊嘅。社會融和計劃發放特別生活津貼，應該係類似香港嘅綜援，每期1至8人家團金額調整為2900蚊至11200蚊不等，最低維生指數維持1人家團係4350蚊。聽完輝哥任內嘅第二份施政報告，福利措施方面穩中有升嘅，其中澳門本身居民同香港嘅朋友都特別關心嘅現金分享，雖然冇加到，不過繼續派。肯定係好事啦嚇！香港嘅朋友呢，又要繼續葡萄啦。唔知大家對呢份施政報告覺得點樣呢？收唔收貨 happy 唔 happy 先？好，呢集就睇到先，想支持我嘅訂閱，我哋下集見。